好来，乡亲继续来关心这个天气的状况。伫咧拜三进前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这2天拢是安尼冷冷凉凉。中部以北会来落雨，那中南部是多云到好天。到拜四东北风减弱，气温会小可回转来。那到礼拜日有锋面通过台湾，加上这个东北季风搁再变强，这个中部以北的雨就会较大咯。讲到时阵，台北市的低温无排除会落降到剩15度。趁着没大太阳的上午，到户外广场跑个步，大人也带着小孩出来放电，气温还算凉爽舒适。东北风继续吹，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到周三。东半部地区、基隆北海岸、恒春半岛，还有北部地区，偶尔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。至于中部、南部，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，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。周四之后，东北风减弱，气温回升。不过接着登场的是华南水汽东移，北部东半部会有短暂降雨，但是好天气只会撑1-2天，因为周末可能有一波冷空气强势来袭。东北季风比较明显的增强，带下来比较凉冷的空气，所以下星期一各地都可以感受到比较明显转凉，甚至有点冷的这种情况。气象局预估下周日锋面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中部以北会有雨势，其中台北市低温也不排除会下探15度。迈入11月份，天气转冷，大家出门在外穿件外套，别着凉了。华视新闻黄昭胜台北报道。